好，歡迎收睇最新系列全真指數，我係主持人 Lia， 我係主持人 Jaden。咁我哋自從取消咗呢個星期一嘅 live 之後呢，咁我哋會喺每個星期嘅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會推出一輯關於上個星期成個珠海同埋中山嘅一啲網簽嘅套數，以及我哋一個比較熱門嘅一個盤嘅成交數據啦。咁我哋做呢個系列呢，就會有類似啲新聞主播咁樣，即係其實講緊第一次做呢樣嘢，我係有少少即係緊張嘅。咁唔知你係點樣嘅？你應該都睇得出我好緊張啦吧？還好啦，其實我哋呢個已經 NG 咗第8次。OK， 咁我哋可以其實做呢個系列咧，主要係等我哋更多嘅港澳朋友對於珠海同埋中山嘅樓市情況啦，包括好似話成交邊度比較多，或者網簽邊度多，咁對於一啲叫做每個區域嘅樓盤，可能會更加去了解翻呢啲數據嘅嘢，等大家喺未來我哋買度假屋啊，甚至由退休翻嚟居住自辦房產嘅時候咧，喺一啲數據上，甚至係啲叫做資料上俾到大家啲幫助啦。雖然話我哋呢次係第一期啦，咁我哋慢慢會做一個改善，咁大家就將就住睇住先。OK， 咁其實我哋都係想話大家好嘅呢樣嘢係。Anyway 咧，咁我哋就言歸正傳啦。係啦，咁我哋睇翻珠海2026年第34週，即係8月17號至8月23號嘅網簽套數啦。咁值得一提嘅係咧，珠海嘅樓市成交已經連續2個星期嘅上升啦。咁住宅嘅網簽套數總共係219套啦，環比上升1%，網簽價格係18,298蚊一平嘅，環比下降2%嘅。咁分區域嚟睇啦，斗門區網簽套數係保持喺第一嘅喎，斗門區網簽套數81套排名第一，南灣網簽套數32套排名第二，金灣區網簽31套排名第三嘅。咁其中斗門住宅網簽價格係11,682蚊一平啦，南灣住宅網簽價格係27,014蚊一平嘅，金灣住宅網簽價格係14,007蚊一平嘅，高新區住宅網簽價格係17,296蚊一平嘅，新香洲住宅網簽價格為35,148蚊一平，前山網簽價格係22,921蚊一平。咁我嘅作為前山人，好似又唔會跌得咁犀利，又唔錯喎。係啦 ，OK 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咧，阿 Lia 咧講嘢咧，你哋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啲似嗰啲河東獅吼，即係緊張到把聲係大咗？即係我聽得出嘅喺現場。OK， 咁 Lia 你繼續啊。係，咁我哋睇翻，咁其中啦，斗門嘅五洲家園網簽套數13套排名喺第一啦，南灣嘅華發琴澳新城網簽12套排名第二，斗門龍湖天藍網簽10套排名第三，南灣嘅中海環宇天下網簽9套排名第四，拱北嘅西澳灣盤與斗門嘅南江柏岸網簽均為8套並列第五，金灣嘅華發金灣府、前山嘅嘉仁樂府、斗門嘅世榮景觀花園網簽均為6套並列第七，南灣嘅正方南灣首富網簽5套排名第10，你又點睇呢？即係睇翻咧，其實嗰個拱北嘅西澳灣盤之前我出過幾條片去做一個叫彈劾，甚至係唔係太推薦大家去睇，但係估唔到佢依然仲可以並列第5嘅，咁可能就話見仁見智啦，就唔過多評價啦。咁但係可以睇翻，其實喺斗門嘅湖心路嚟講，對於好多嘅一啲叫做大家購買嚟講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因為佢比較距離我哋嘅市中心同埋生活圈，其實都係如果翻到南灣，其實都係15分鐘，甚至係翻到關口都係20分鐘嘅一個車程。而且佢斗門湖心路嘅一個民生配套同埋我哋一啲叫做交通啦，都係已經十分之便利嘅啦。咁相對價錢咧，亦都係喺我哋一個叫做成個市區嘅1/2。咁所以話其實性價比嚟講我都係 OK 嘅，因為我哋之前都有拍過五洲家園呢個盤啦，咁我個人係比較中意嘅。咁所以話佢排名第一，我並不係咁嘅一個覺得驚訝。咁我覺得其實好多嘅朋友可能會即係
睇翻個數據嚟講，都係中意翻啲十字門啊、嗯南灣呢邊會比較多啲喎。係啊，仲係咪啊有珠海咯。嗯。嗯，咁跟住有咩？再有睇翻嘅話，佢呢啲叫做價錢嚟講啦。雖然話網簽嘅一個數據升咗1%，但係佢個價錢係跌咗2%嘅。但係相對跌幅嚟講咧，就唔係太高。但係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咁亦都係證明呢個樓市嘅價錢已經係差唔多係企穩咗㗎啦。咁我哋可以睇翻下我哋一啲成個珠海比較熱門盤嘅成交數據。好啊，你講下。嘅。咁斗門金灣區嘅話就係湖心、人爵6套，五洲佳園5套。璞御花園2套，江山匯3套，咁珠海香洲區華發天璽2套，琴澳四季風景8套，中海環宇天下3套，南灣首富3套，萬舒溪里共2套，未來城1套，長龍灣3套，中安1套。OK， 咁我睇翻呢幾個熱門盤咧，我哋先講翻湖心路嗰邊啦。咁湖心印象咧，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近排都有好多入線嘅朋友問到嘅湖心印象，因為佢100萬我哋都出咗呢個系列100萬出頭啦。咁佢一個低首期，加上佢送晒全屋嘅家私電器啊、裝修啊，以及我哋一啲叫做華為鴻蒙嘅智能系統。值得一提嘅係佢成個湖心路嚟講，佢係唯一一個可以做到地下有洗車房，以及我哋充電樁俾大家去使用嘅樓盤嚟嘅。咁所以話佢睇翻呢個網簽套數嚟講，湖心印象都係相對比較受歡迎。咁其他啲江山匯啦、五洲佳園啦，亦都係以前呢啲3代宅，但係按翻裝修嚟講咧，五洲佳園實在係可以算係成個湖心路屈指可數嘅一個樓盤嚟嘅。咁睇翻成個珠海市區嘅一個成交套數嚟講，可能大家都會比較在意翻十字門會多啲，因為喺香港嚟講咧就個住宅嘅密度相對比較高啦，而且可以望到個 view 係唔係話太開揚，甚至係海景啊、河景、湖景呢啲望唔到。但係十字門就有啲樓盤係相對俾到你嘅，包括我哋嘅一個華宇天下啦，同埋我哋嘅四季風景啦，呢啲樓盤。咁天璽同埋南灣首富亦都屬於一個競品嘅狀態，但係就天璽係2套，南灣首富3套咯。呢個相對嚟講就南灣首富係因為降咗大概4到5千米平方，喺我哋嘅9棟單位，咁所以話咧就可能有啲人就會趨之若鶩，中意啲大花園，因為畢竟2個盤係唔同性質，一個係由5棟組成，另一個咧係一個屬於一個大型嘅屋苑社區咁樣嘅。咁但係公寓嚟講，你好似睇翻個港珠澳未來城同埋中安廣場啦，咁其實可能呢啲盤就人哋會買嚟收租為主咯。但係長隆灣都有3套係覺得比較驚訝，因為長隆灣嚟講佢係使用率並唔係太高。即我覺得嚇，即係個人認為啦，係咯。咁其實總體嚟講，我覺得珠海樓市咧已經係屬於係一個比較好嘅趨勢，包括我哋自己都有喺一個珠海度置辦房產。咁好似係觀眾，如果對於一啲叫做珠海唔想了解邊個樓盤啊，其實可以話喺我哋評論區，甚至WhatsApp 翻我哋去了解翻呢個樓盤嘅信息，以及我哋啲叫做其他嘅數據，我哋都可以俾到你。咁接落嚟啊，Lia你可以睇睇我哋一個中山嗰邊啦，因為對於中山嚟講，其實都有好多港澳朋友係比較會即係去傾慕呢個地方，係啊，因為好多咩任達華、黎耀祥，我哋拍嗰個叫咩亞居樂嘅海欣新城，佢哋都住喺嗰邊㗎，係啊，呢個。咁我就講翻中山嘅第34週嘅一個網簽套數啦。咁住宅網簽係238套嘅，環比微降0.42%。坦洲鎮網簽42套，排全市嘅第四名。錦繡國際花城貢獻8套，逸駿半島、中澳春城各5套，西區網簽55套，排名第1；三鄉43套，排名第2；火炬高新區38套，排名第3嘅。咁睇翻我哋中山嘅網簽數據嚟講咧，咁其實坦洲呢個地方，我覺得係即係深受港澳朋友喜歡嘅，但係我覺得係分0年段。點解個0年段？會在乎喺我哋一個叫做20至到50歲之間會中意坦洲，因為點解咧？因為可能話對於大家嚟講，暫時仲未退休，要喺香港工作情況下，咁可能話一般喺 weekend 啊，或者係啲大假期會翻呢邊，咁所以佢哋會選擇啲
近關口嘅地方，咁好似話咁佢珠海市區嚟講，對於佢哋嚟講，一個首先嘅價錢相對較高啦，而且學區對於我哋好多嘅香港朋友嚟講並不是個作用咁大，咁所以話喺坦洲嚟講，亦都係近關口，民生配套強。交通方便，咁可能話嘅城市面貌嚟講咧，你對於珠海肯定會有所差距嘅。呢樣畢竟價錢擺咗喺度，但係我哋睇翻嘅話，其實你話花城咧呢個樓盤8套，其他嘅一啲規比較規矩，即係比較規矩係啦，即係中等咁樣咯。但係你西區網簽55套就係大多數都係而家比較 hit 啲4代宅啊，包括好似啲叫做我哋之前有拍過啦。喺嗰個叫做咩遠洋天柱啊，甚至係我哋嗰個叫做你好中意嗰個咧，英聯禧會。英聯禧會嗰個係東區，跟住仲有一個叫咩？你嗰個你中意嗰個叫咩咧？咩茅筍嗰個咧？唔記得咗，醒唔起啦。奇關悅來係啦。咁跟住我哋睇翻第二，竟然係三鄉喎。三鄉可能就多數會係一個叫華佛觀山水，因為呢個樓盤咧其實。平係真係好平嘅，60萬真係可以買到3房，但係就有樣嘢就同大家講翻，因為你嘅二手嘅轉化率真係好低，因為三鄉本身就係一啲叫剛需為主。如果你話你係二手去做轉化，其實個人口包括佢嘅配套跟唔上嘅情況就冇乜人去接受。亦都曾經喺19年呢個盤賣到係將過萬蚊一平方嘅，跟住就到而家為止3折啊，甚至4折出售都暫時難以接受。咁再睇翻係火炬高新區嘅話，就我哋之前拍過嘅一個叫做紅穗一品咁嗰邊嘅一個地區話都要逐漸慢慢成熟啦。咁不如阿 Lia 嚟分析下我哋坦洲比較受歡迎幾個樓盤嘅成交數據。好，咁坦洲比較熱門嘅成交數據就係我哋喺朗詩新城4套，錦繡海灣城3套，錦繡國際花城19套，裕豐明梅3套。佳景康城3套，中澳春城5套，金地世紀城2套，逸駿半島2套。咁樣嘅話，我睇到呢個數據比較誇張嘅就係錦繡國際花城19套，因為喺我哋上個星期嘅星期6同埋日咧，佢一座嘅樓王加推咗之後，佢係主打係110平同埋126平嘅4房2廁，係全部望晒湖景，係比較靚。即係我哋之前都有出片大家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嗰條片，即係介紹翻一座係點樣嘅。如果對呢個盤有興趣咧，其實我覺得大家真係一定要趁早過嚟揀翻件即係啱自己心水嘅單位，因為本身呢個位置嘅一座咧賣晒就真係冇啦。你去翻後面，可能你5期嘅其他區嘅話嘅一個 view 咧，就真係冇咁開揚，而且你望唔到湖景，因為大家花同一樣嘅價錢買同一樣嘅嘢，咁我肯定嘅話寧願話揀好啲啦。咁所以話而家仲喺度猶豫不決嘅話，其實不妨可以話聯繫翻阿 Lia 或者 Jayden 攞翻少少意見，或者係可以計翻個價錢俾翻你嘅。咁但係朗詩新城呢個盤咧就係呢個就有啲4套，我就有啲神奇咧，因為本身就因為有啲朋友就講話呢個叫喪屍新城，但係平，之前都上過東張西望出過問題，咁包括住而家2期咧就逐漸去慢慢交樓，但係周邊嘅配套實在係不敢恭維咯，只可以咁講。但係我哋啱先睇到個錦繡海灣城其實係屬於我哋一個叫做南朗嗰邊嘅，可能呢度係少少備註出咗錯誤嘅。咁加上好似話我哋裕豐名門啦、佳景康城啦同埋中澳春城都係屬於一個差唔多持平5套3套，跟住逸駿半島2套啦，同埋金地世紀城2套啦。咁總而言之咧，其實你話成個坦洲你按翻戶型各方面嚟講，我覺得錦繡國際花城真係吊打咗所有嘅盤，即係除咗可能真係對於坦南片區嘅中澳啦、佳景啦同埋裕豐呢啲盤嚟講係真係遠咗大概10分鐘嘅車程之外，其他我覺得並冇話一個好大嘅冇太大差別。冇錯啦，即係除非我就覺得係比較啱一啲即係有自己揸車嘅，或者係真係喺呢邊度假嘅朋友。係啦，咁可以話咁就你話如果你好似其他咩西區啊、石岐呢啲，可能你真係住喺呢邊，你會來往香港唔方便嘅情況下咧，咁可能就會比較適合啲咩朋友咧？就適合可能話係以後真係退休翻嚟住，甚至話你喺直接翻深圳灣搭樓巴翻去嗰啲朋友咯。因為大多數而家其實好多都會選擇翻坦洲呢個區域。咁今期節目我哋就唔將啲數據統計翻俾大家，亦都將我哋嘅所見所
講嘅嘢同大家分析翻。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其實可以話喺我哋評論區留言，我哋每條都會覆翻你，以及我哋上面有阿 Lia 同埋 Jayden 嘅聯繫方式，記得揾翻我哋索取更多嘅詳細資料。呢次第一次去做呢個叫做新聞聯播，就可能我哋會有少少緊張或者講得唔係幾好，希望大家去多多包涵，係啦。咁我哋如果近期有想知嘅朋友，或者對邊個立本感興趣，或者想睇我哋對邊個立本嘅分析，記得 WhatsApp 翻我哋，或者喺我哋評論區留言，我哋可以去幫你去提前體驗去拍咗呢個立本先。係。咁如果有中意我哋嘅影片，記得俾個 like，跟住後尾訂閱翻我哋先好走啊！係啦，咁我哋以後每個星期3或者4咧都會出一輯咁樣叫做全真指數，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對大家有幫助嘅話，記得收睇。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